针对政府推动太阳光电发电替代能源的政策，议员李定国徛伫地点的争议，伫总质询当中，甲市府交换意见。伊表示，基层用白铁材质抗骨也是生鲜，有用出锌等重金属的顾虑。反而拿大量使用越南的钢材来设置气温，也是农残，长久以后会有致癌的危机，甚至讲出是核烟假损，中央家电园共同违背良心。太阳能光电发电是政府的一个政策哈，它用来附着在建筑物上面，它其实对地方的土地的污染，其实它是有限的，而且也不高。但是我们把太阳能面板，我们放在余温。我们放在农田，这个是我们在制造食物链、食物的地方，我认为它可能已经违背了一些我们所谓的良心，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共同违背良心。白铁它无毒吗？白铁它非常的毒，它会生锈，会产生所谓的红锈水，它里面有钼重金属，它会污染我们的土地，污染我们的水源。热氢镀锌，它本身一般都适用于我们的钢桥、铁架，或是我们的钢骨等结构，包括我们的现在的美国的金门大桥，我们的屏东的大头湾都是使用热氢镀锌，它的耐酸度还可以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它是一样，它还是一样会反白，那个叫做锌反应。它在水中，它其实它也会慢慢释出它的所谓的有毒的金属。面对议员的言论，敢是危言耸听。其中以其他先进国家甲基地台当初的争议为例，强调也是爱相信科学。所谓的这个太阳能种电地面型的，不只是在，甚至水面型的，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开始关注这个议题是水面型的。这个其他的国家，我相信他们的政府也不会比我们更不爱护、不关照他们的国民。是。这个部分不是只至于台湾，其实其他国家也都有。好，那我不认为说其他国家这个他们要故意去毒害。好，那当然您提到这个疑虑，我们也去监测。为中李定国嘛，以回顾担任第3届议员以来，包括补助老旧大楼公共设施的维护、夜间灯光式的路标、回到市区停车基础收费，以及中孝路拓宽等等，以感谢市府提出建言，替地方建设。咱的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